全世界的各地莲友们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很高兴呐，前几天师父忙到台北去办事情，那么昨天刚好回来，今天是2020年的5月17，就礼拜天。 那么按照惯例啊，我们早上早斋完了之后，给各位大家做祖师大德这些开示的这些法语呢，做一个交流。首先，因为我很感动这句话，所以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这是我们伟大的善导大师讲的话了。善导大师讲的话：莫论弥陀摄不摄。 意在专心回不回，但使回心结定相，林中花盖自来迎。那么这句话，我想一般呐，有学佛的人看就明白，但是未必能够完全彻底的去体悟了，去了解。那么这段话主要是告诉大家，莫论弥陀摄不摄，不需要讨论。 不需要去讨论阿弥陀佛到底摄不摄，摄就是救度的意思，救不救你不必讨论，因为他已经成佛了。他成佛了，他发的愿一定要兑现，也就是他要非救念佛的人不可。如果他做不到，没有办法达成，他发愿就是不成佛。今天他已经成佛了，那我们按照逻辑来考虑。 马上就可以推论了，就很清楚的知道，阿弥陀佛一定要救度念佛的人。只要你愿意念佛，阿弥陀佛永远不放弃你。所以这个不需要讨论，阿弥陀佛到底救不救，不需要讨论，因为他成佛了嘛，用成佛给你担保，我让所有念佛的人个个都能去成就，都能解脱。 就能够跳脱六道轮回，这是阿弥陀佛的誓愿。这一点呢，他已经成佛了，所以就不需要去讨论他到底救不救，这个不是问题，不需要怀疑。意在专心回不回，重点呢，这个意就是你的重点，本意在我们信徒，我们念佛的人，你是不是专心回不回？你愿不愿意发愿去不去？ 回不远，你愿不愿意到极乐世界呢？你愿不愿意去？你有专心就很诚心吗？你这个心是很诚心诚意的，非常坚定的，那个愿力是很猛烈的，很强烈的。所以你的本意是在我们念佛的人诚心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去？你愿不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？但是回心结定相，如果只要你让你这个心要去的心已经把它决定下来，方向把它固定了，不是摇摆不定不是这个裹足不前，或是观前顾后，不是这样，你把它决定，方向把它明确。 那这样的，你的心是这样的话，林中花盖自来迎，在临命终的时候，莲花的这个床幡的宝盖，莲花也来了，让你自然的站在莲花上，那跟着阿弥陀佛，直接就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一句话是善导大师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一切众生。 你不需要去讨论阿弥陀佛他愿不愿意救你，这个是多余的，因为阿弥陀佛绝对救度念佛的人。如果他不救度念佛的人，他发愿不能成佛，没有资格成佛。今天他既然成佛了，那救度你的这个事实呢，已经很明确了，明确。所以这一点呢，不需要讨论。所以重点就在我们愿不愿意去。如果愿意去， 那弥陀绝对救你，一旦救你了，我们个个都有希望，人人都可以成就。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就在这里，你愿不愿意去呢？
很多人呢，有时候佛已经现前在你的面前，啊，已经告诉你了，你的因缘成熟了，我要带你到极乐世界，好好去成就，啊，好好去成就。以后呢，所有的痛苦斩断了，离开三界，啊，得到这种道业的成就，你已经成熟了，你赶快跟我来吧。有的人呢，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他要想啊，我的孩子，我的魔命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家庭，我魔命什么很多很多的纠缠，所以搞得七荤八素的，啊，颠颠倒倒。就各位，你在这个人世间是无常的，就算你拼命去抓住它，但是也不是。你也带不走嘛，你永远也带不走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成就，然后发愿再来度化众生。所以佛这个善导大师一个非常恳切的来告诫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这句话很重要，我们提供给大家参考。南无阿弥陀佛。